今年5月，甘比晒出和范冰冰聚会的照片，只见两个女人姿态亲密，看上去颜值也不相上下。大家惊叹甘比逆天改脸之余，也免不了在心里嘀咕，她们俩什么时候成闺蜜的？10月换成范冰冰晒视频，主角依旧是她和甘比，这次是甘比为她织毛衣，她为甘比庆生，已知甘比的手工作品一向只送最亲近的老友，可见二人这关系的确不一般。今年中秋前夜，恒大许家印许老板突然在家中被捕，网友这才恍然大悟，嗨，大刘刘銮雄和许家印的关系众所周知，范冰冰和甘比还能怎么认识？答案呼之欲出，算来算去，许老板最对不起的当然是广大恒大地产的业主，那些砸出6个钱包半生积蓄的买房人，现在风雨飘摇等交房，心中没有一刻安宁。其次，他还对不起一个女人，就是许家印大地会好兄弟刘銮雄的太太，香港现任女首富甘比。比当年只是一个小小娱记，她是肯干多少有几分姿色，被周星驰赏识的伏明霞认可，后来一跃成为香港女首富，多亏老公刘銮雄大手笔的赠与。而甘比上任后，华置的财务报表就没好看过，罪魁祸首就是许家印。许家印和刘銮雄的缘分始于牌桌，恒大上市前夕突遇资金困难，许老板使出浑身解数也周转无力，关键时刻银皇杨受成给他指了一条明路猛龙过江。许老板找到香港4大家族之一的郑裕彤童叔门下，童叔听完来意，点上一支雪茄让他坐下，先玩2把牌。许家印马上心领神会，从此后每周定期到香港报道，风雨无阻。牌桌上的常客除了郑裕彤还有刘銮雄。2009年10月，恒大在港交所上市，一众牌友纷纷到场祝贺。在恒大上市前夕，刘銮雄投下了5000万美元，购得了恒大初创股，成为了恒大最重要的支柱投资者。此后，许家印和刘銮雄感情越发深厚。每当许家印周转陷入困境时，刘銮雄总是慷慨解囊，为恒大提供坚实支持。许家印和刘銮雄也成了最牢固的盟友和最亲密的合作伙伴。2010年房地产市场政策变动后，恒大发行了6亿美元的优先票据，刘銮雄及其主导的华人置业认购了其中的一半。2011年，恒大转让江苏项目时，刘銮雄以38.75亿港元接手。2016年，恒大因监管要求减持盛京银行股份，华人置业以69亿港元接盘。这些资金往来，许家印都没有亏待刘銮雄。大刘也拿到了超出预期的巨额回报。同样，刘銮雄抛售在地项目和美国万通大厦将近300亿的资产时，爽快接盘的也是许家印。可是他太太甘比就没那么幸运了。2016年，刘銮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，危急之下，他花3亿换了肾。换肾之后，刘銮雄亲自过问华置业务的时候越来越少，大多数事务由甘比主导。同年11月，刘銮雄终于将陪伴身边多年的甘比娶进门，并且送上500亿大礼包，一举将甘比捧上香港女首富的位置。到了2020年6月，甘比又笑纳了刘銮雄大儿子刘明伟的24.97%的华人置业股份，其持股比例达到近75%。再加上甘比的亲姐姐陈世运、亲妹妹陈诺运已分别担任华人置业行政总裁、执行董事，华人置业正式进入甘比时代。2020年8月，刚刚坐稳华置总裁位置的甘比，在恒大物业上市前，以45亿港元认购了恒大物业5.37%的股权。2021年1月，恒大汽车引入了260亿港元的战略投资者，甘比又投入了30亿港元。华置在恒大的投资曾经最高账面盈利超过100亿港币。2019年底，许老板还给刘銮雄夫妇分红17亿。原本是一张牌桌上的人，谁知有人突然掀了桌子，甘比信心满满的2笔投资，在1年后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2021年风云突变，11月8日，与许家印有关联的香港山顶布丽境2处豪宅被正式抵押给财务公司，借贷约8.2亿，区8.2亿也被许家印计入要立即变卖的资产范围。可见恒大的现金流出现了巨大的问题。2周后，华人置业发布公告称，相关股东也就向董事授予出售授权，作出书面批准，以授权出售集团于2021年9月23日持有的中国恒大全部或部分约7.51亿股授权股份。此时为时已晚，华置从恒大身上赚的100亿港币又扎扎实实的赔了进去。同时，甘比这个决定让股民信心大失，
华智2021年和2022年的财报都相当难看，股民不是傻子，华人置业的市值从2014年的600多亿港币下滑到现在只有40多亿，股价长期维持在2港币左右。所以现在甘比在华智领导人的位置上，没有睥睨天下的权力快感，而是被迫接盘的束缚。这一切都是拜许家印所赐，700亿被洗劫一空，刘銮雄失去对家族控制，甘比真实面目也彻底暴露。甘比原名陈凯运，没什么文化，只是初中毕业。他长相一般，还有点龅牙秃嘴，与路人无异，跟刘銮雄其他女友在颜值上根本没有可比性。他到底有什么本事，能够搞定刘銮雄，让刘銮雄将大半家产心甘情愿送给他呢？甘比是一个将满手烂牌打出王炸的人，他出身贫寒，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。因为父亲经常酗酒家暴，父母在他幼年时就离了婚，母亲带着3姐妹改嫁他人后，生活依然非常拮据。为了补贴家用，甘比初中毕业后就出来工作了。19岁这一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岭，他进入报社当了一名娱乐记者。那个时候的甘比脸上有着明显的婴儿肥，圆嘟嘟的脸，五官寡淡，秃嘴龅牙，衣着朴素，和美女这2个字根本搭不上边，与路人无异。甘比能力很强，曝光了娱乐圈很多大事件。郑伊健还没走红时，和当红女星邵美琪走到了一起。为了这段感情，邵美琪付出了很多。郑伊健凭借着《古惑仔》迅速走红后，传出了他劈腿梁咏琪的传闻，但是没有证据。刚入行的甘比和一众狗仔为了找到2人在一起的证据，每天在郑伊健家门口蹲守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却始终找不到证据，其他人没有了耐心，最后只剩下甘比一个人在坚守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拍到2人交往的照片，证实了传言。甘比因为这件事在这一行开始崭露头角。香港富豪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谈过一段办公室恋情，对象是公司律师林慧仪。2人分手后，听到风声的甘比和一众记者们非常兴奋，火速找到了林慧仪。林慧仪坐在车里哭个不停，长长的头发散落下来挡住了脸，根本没法拍照。其他记者干着急没办法，甘比脑筋灵活胆子大，挤到车窗处，伸进手去撩开了林慧仪的头发，将她的脸露了出来。一时间照相机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林慧仪狼狈的模样被拍了下来，登上了媒体头条。甘比也因为撩开林慧仪头发这一举动成了娱乐圈的名人。他情商很高，又善于察言观色，无论采访多么大牌、脾气多么古怪的明星都能轻松应对。他和采访过的很多明星还成了朋友，接触过周星驰的人大都说他难以相处，甘比却和他成了朋友。一次甘比采访他时，他当众捏了甘比的脸一下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亲切随意。甘比频频爆出大料，又和很多娱乐圈明星成了朋友，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。刘銮雄有钱又花心，和原配宝永琴离婚之后，身边莺莺燕燕不断，而且全都是绝色佳人。关于他的花边新闻经常登上媒体头条，他自然也就成了娱乐记者们乐于采访的对象。作为一名合格且出色的娱乐记者，甘比自然不会放过采访刘銮雄的机会。采访刘銮雄时，其他记者都循规蹈矩，甘比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，相机顶到了刘銮雄眼前。刘銮雄心中不悦，怒斥他：“你拍照离那么近干嘛？”他反问刘銮雄：“你是怕我把你脸上的大痣拍清楚吗？”甘比用幽默化解了刘銮雄的怒气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之后2人隔3差5通电话，甘比在电话中使尽浑身解数逗刘銮雄开心。赢得刘銮雄好感的甘比，先是成了专门采访他的金牌记者，之后又做了他的私人秘书，水到渠成后成了他的女友之一。当时刘銮雄还有一个女友吕丽君，吕丽君家世好，学历高，长得也不错，是个落选港姐。她的长相虽然比不上刘銮雄过往那些明星女友，却比甘比漂亮得多。吕丽君在各方面都比甘比强，最终却败在看似毫无威胁的甘比手里。甘比成为刘銮雄女友后，行事低调，不争不抢，在媒体面前嘴非常严，从不乱说。他将姿态放得非常低，有吕丽君在场时，他像个服务员一样端茶倒水伺候着。他还搞定了刘銮雄的母亲。刘銮雄的母亲年轻时也是1号人物，在刘銮雄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甘比经常陪刘母说话聊天，他总能说到对方心坎里，又和刘母一样都是一口流利的潮州话，
很快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甘比为刘銮雄生下第一个孩子时，刘銮雄非常重视，刘母还亲自去看望。2015年时，刘銮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进进出出医院几十次，还一度出现生命危险。他住院期间，吕丽君只上医院去了一次，待了10来分钟就走人了。甘比却一直在他身边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，直到他需要换肾后，还千方百计为他寻找肾源。刘銮雄生了一场大病，终于看清了谁是真正对他好的人，谁只是看中了他的钱。病好之后，他和吕丽君撇清了关系，之后和甘比结了婚，让甘比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刘太太。刘銮雄老了，又经历了一场大病，磨灭了所有的雄心壮志。他把公司全权交给甘比处理，把大部分资产也都给了他。有网友调侃，刘銮雄奋斗了大半辈子，到头来反倒成了给甘比打工的。成为刘太太后的甘比和当记者时已经判若两人，端庄优雅，大方得体，颇有豪门阔太的风范。甘比成为豪门阔太后，依然非常低调。她经常以老公的名义参加各种慈善活动、公益活动，不求名，不贪功。甘比之所以能够站在今天这样的位置，是因为他拥有卓越的智慧和广阔的视野。在面对那些对他不利的情况时，他懂得宽容、拒绝和放弃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争不抢，但实际上他将整个局面尽收眼底，为未来的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他并未刻意争夺任何东西，而是默默承受着屈辱和重压，在适当的时机一举击败所有对手。甘比如今已不再回避锋芒，而是展现出她作为女强人的实力，为刘銮雄的华人置业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，同时也在富豪圈中站稳了脚跟。有人声称，如今甘比已经显露出她的雄心壮志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，但也有人认为，甘比已经掌握了巨大的权力，不再需要忍受屈辱。无论何时，那些能够在沉寂了10幾個年頭的人，都不會輕易地失去他們所擁有的珍貴之物。好難教嘅，好多人都問我點樣可以發達，我其實好肯教人嘅。但係而家今日嘅年青人，唔理係男仔女仔，大部分都好鬼懶嘅。佢哋真係其實就唔係掂地啊，係離地。佢唔知道個個人啊有今日嘅成功，個個都係咁捱出嚟㗎啦。我諗今日香港最有錢嗰頭1、20人，如果係自己創業嘅，個個都係慳翻嚟，初慳翻嚟，捱翻嚟嘅，就唔係話哇有錢就去旅行啊，有錢就去碌卡啊。我喺26、7歲個紅寶仔個儲蓄入邊都有億幾銀現金。我睇嗰件褸係好需要買嘅，一冬天係啲長褸4000蚊，睇咗3次都着都唔捨得買。咁你要知慳識儉啊嘛，你點知出年咩環境啊？人無百日好，花無百日香。嗱，我一次喺電視睇見咧，我好傷感嘅。我見到一個青年啊，我諗佢24、5歲、25、6歲度接受一個電視台唔知訪問，話住劏房，地方好細。咁佢接受嗰陣時咧，手就揸住本漫畫。咁我心諗，如果你講到你個劏房咁細，你係咪應該去兼職，揸翻一間的士又好，揸小巴好，或者去揾多份工咧？佢唔係喺房入邊睇漫畫，咁呢啲你有咩怪人嘅？即係你過去都係唔夠努力，梗係唔夠努力啦！所以好多嘢呢啲年青人今日淨係識怨天尤人。你打開電視最多嘅廣告係乜嘢咧？旅行社嘅廣告同埋財務公司嘅廣告，鼓勵你去借錢咯、碌卡咯、去旅行咯。咁邊個唔知嘆係好啊？咁你使唔使孭債啊？你係咪好似想希臘咁樣，今日揸人錢就預備話發爛渣唔還咧？好多即係今日係自己嚟嘅。好似我上次我個仔，我已經叫佢唔好咁多聲氣，話慳啲去日本旅行啊。其實佢講得好啱㗎，但係啲人點會聽落啊？喂，我寧願嘆咗先講。所以有陣時呢啲即係年青人，唉，有心機又要換呢樣又要換嗰樣，即係完全係同我哋以前諗法同我哋唔同嘅。你睇翻以前初，我記得我同我前妻啊，第一個老婆個理想都希望有層樓1500尺，有100萬定期存款已經好滿意嘅。呢啲有陣時都唔係話我一開始話我要做幾多錢有錢咁樣，唔係嘅，冇嘅，邊度有咁諗㗎？而家個環境好咗好多啊！以前都冇綜援，而家有綜援，有呢樣嗰樣，但係最慘咧，佢要求高喎，又嫌政府又唔幫到佢乜，又唔幫到佢乜喎。其實啊，真係香港一個好可悲嘅悲歌嚟嘅。
喺我哋以前50年前或者60年前，窮到啊落街輪水啊，或者你知唔知啲住嘅居住環境曳到啊啲老鼠通屋走嘅？而家劏房住木乾淨淨有冷氣咯。佢哋真係其實就唔係掂地啊，係離地。點解有啲人一世人咧要注定係冇得上位冇得成功咧？因為佢思想上已經係錯咗。咁但係絕大部分都係呢啲咁嘅人喎，即係等於你喺股市贏錢嘅人佔好少數，輸錢人佔大數。我係想講咧，我好後悔，我幾耐之前幫嗰個賤人啊？幾耐之前啊？上年年尾。嚇，年尾到啦，即係成年前佢幫一個賤人。我好後悔，因為應該有得去破產。當時我幫佢又唔想個仔女有個阿媽破產，影響佢嘅心靈。但我睇翻轉頭咧，真係寧願佢破產好過。點解咧？我幫咗佢使錢事少，嗰陣時1年前啲錢唔及得今日咁大，今日仲大。大家都知香港而家咩環境，咁幫咗都好閒。佢有咗錢，有自己嘅網上打手，專係做呢啲咁嘅。而家你見到啲咁嘅嘢，第一。簡單講，我澄清啊，阿陳海韻從來冇同我損失過任何錢，唔好話200億，佢同我賺超過200億嘅藝術品嘅投資就有。我今日同佢澄清，損失就冇。如果有損失喺私人嚟講，都係我自己決定嘅，即係完全唔關阿陳海韻事。佢亦冇同我損失過錢，佢仲反而喺我藝術品嘅投資賺到超過200億。咁但係點解啲人咁講咧？又話800億要落空啊！第二女富豪前妻嘅仔女而家到底過啲乜嘢咧？呢啲咁啊，好似真嘅一樣，其實完全都係假嘅，都係作出嚟嘅。又話而家我宣佈咗，將全部財產轉俾個仔，阿金比被踢出局，完全都冇咁嘅事嘅，完全冇嘅。所以點解今日我要講咧？係好嚴重不實嘅，唔係指控啊，係造謠啊。咁佢呢個人叻喺邊咧？佢哋特工隊嘅，網上打手嘅。佢請咗以前忽然一走個，好似聽聞啊個總編輯，就仲要負責領呢一隊人，就專係負責做呢啲嘢嘅。咁你做乜嘢都唔關我事，我都忍。你一講到佢而家咁同我損失200億啊，又話而家落空啊，又話係咪俾個仔啊乜乜乜，全部都係作出嚟嘅。如果我再唔講，仲有一樣，呢啲新聞有冇睇？我就嚟死啊！我早幾日個朋友約我出嚟食飯，咁有個朋友咧就喺電話問我：阿租哥你冇事啊嘛？我有咩事啊？佢唔係話出邊傳啲身體好差就嚟死喎，又係咁嘅傳法。而家你睇我有一個樣講嘢，似唔似就嚟死啊？可能就係俾人激死就會有，但係我就自己身體冇病㗎。如果我再唔出嚟，真係可能傳啲錢咧，我已經死咗添。任人講㗎，呢個賤人咧，你睇最近去咗新加坡，冇人識佢㗎，自己招搖撞騙，人哋見到佢都驚咗佢，然後自己影張相，又揾人影張相啊！我9日對住見到電視嘅拜登啊、阿普京啦，我喺電視再唔係我 P 圖添得啦，我夠可以話我企喺隔離啦。你明我意思啊？即係講笑啊！你去從人親你嘅事，你哋咁後生可能冇聽過。以前有套電影啊，台灣拍嘅叫《養鴨人家》，佢唔止係養鴨人家，佢用養鵝人家。你知咩叫鴨同鵝嘅分別啊？你後生仔後生女都唔知啊！鴨即係專做女人生意啫，鵝男人生意又做，女人生意做，就叫鵝啦。所以台灣以前有部電影叫《養鴨人家》，佢而家做埋養鵝人家。呢啲係佢嘅私生活，佢嘅事，唔關我事。嗱，我點解要咁講咧？就係話，喂，而家你睇呢沓嘢，完全0.001個事實都冇嘅，夾硬作出嚟老屈。咁我再唔出聲，即係默認。我老婆啊，陳海韻叫我唔好嚟㗎，佢使乜理佢啊？佢自己自我陶醉啊嘛。我話即係等於咁，如果有人有屋企要晒我屋企人，唔好講我唔係跛，我係跛殘廢啊，我都要保護屋企人啦。你個個都有屋企係咪啊？你都會識保護你自己屋企人啦，係咪啊？咁俾人造謠做到咁。咁我再唔出聲，我咪死就係俾人傳到就係死添啦！以前曾經又係講話我娶咗陳海韻，因為佢阿媽換咗個腎俾我，所以我報恩，就娶咗佢女做老婆。呢啲真係笑得我真係好好笑嘅。我換腎都揾個後生啲啦，揾個老人家嘅腎換，希望1年換一次咩？呢啲咁嘅謠言全部都係呢個人作出嚟㗎。佢有網絡打手㗎，佢好精㗎。喺香港出就好易俾人睇到佢出，佢唔係㗎。由香港轉去大陸出嘅，我 check 晒出嚟嘅。我雖然唔識用電話，唔識用電腦，我讀書嗰陣時識呢好多馬來西亞啲華僑，我仲有少少鐳，都可以 check 到啲咩事發生。咁但係我見完呢沓嘢咧，我都第一次睇到咁多，我真係
偷偷睇阿蘇啊，我打俾你嗰陣時都係呢一張啫。跟住而家你整咗咁多張出嚟，又話全部財產轉俾個仔，金比被踢出局，點解要咁講啊？自己開心咯，希望講下有人信咯。第一我重申，阿陳海雲，我老婆從來冇同我蝕過錢喺個金融投資，佢喺藝術品投資同我賺咗超過200億就真嘅。咁點解要咁？佢而家阻住叫我唔好嚟㗎。佢仲要講話驚我今次開記者招就會影響到某個仔同女，我都冇辦法㗎。即係人如果入屋要殺我屋企人，我就跛咗啊，癱咗。我都要作垂死嘅掙扎，垂死嘅反抗啊！冚唪唥都要老作老屈，又話而家俾我好似即係休咗咁滯啊！冚唪唥都係呢個人作出嚟嘅。我老婆叫我唔好嚟，驚傷到個仔女，我都冇辦法。我最後悔就係幫咗佢，有得係破產，但係破產仲係冇錢養呢班咁嘅屌嘅網絡打手，養呢個忽然一周嗰個總編輯。我唔差啲邊個，我唔得閒理佢邊個。我再唔出聲，有個朋友真係以為我有事就嚟死，打電話阿租哥你冇事啊嘛？我咩事啊？佢話咪啊網宣傳你就嚟死喎！你睇我而家同你講嘢把聲，似唔似就嚟死啊？我長話短説呢沓嘢佢哋個個都有啊，俾晒佢哋睇啊！你話你見到啲咁嘅嘢，咁有咩人會做呢啲嘢出嚟咧？事實冇咁嘅事嘅，咁邊個人會做啊？邊個得益啊？自我陶醉咯！我夠想做呢個宇宙啊，最有錢嗰個咯！如果成個宇宙滅亡咗，淨係死得我一個唔死嘅，我咪最有錢咯！個其他啲生物都死晒係咪啊？即係我都可以幻想咁㗎。咁邊個人會作啲新聞出嚟咧？得一個人咯，自我陶醉，講過希望有人信咯。我真係希望我1年前唔幫佢，等佢破產。而家係咪後悔幫咗佢？係，我承認㗎，我唔係含住條頸，我係唔想個仔女心靈受損啫。點會含住條頸嘅？你睇我性格似唔似會俾人威脅到？我唔會俾人威脅㗎咯。同埋之前咧有傳佢咪租咗壽臣山嗰度住啦。咁你之前送俾佢嗰間大屋咧，其實仲有冇？我幾時有送過俾佢啫？佢自己講啫嘛，佢自己講啫嘛。間我都收翻，而家 plan 緊嘅設計嘅職業咪拆嚟起㗎。以前我仲猶豫緊，拆依唔拆依，入邊嘅裝修好靚。但一睇完佢住過，我唔拆都唔得啦，因為碌柚葉水洗過都唔掂啦。我真係講真㗎，最重要就係我諗住算，點知佢係不停咁追求。你睇呢沓嘢，你睇完邊啲人要做呢啲謠出嚟啊？邊個人得益啊？係得佢自己自我滿足啫嘛。佢真係新加坡。我唔識佢㗎，自己走去買個自己咁嘅介紹。我而家譬如唔識你，我埋嚟阿小姐，我係邊個邊個。其實你咁講，喂，你唔好掂我啊！我嗌飛你㗎，即係人哋咁樣嘅表情。咁佢而家影咗張相就當好似參與其中。我同你講一樣嘢啊！有一次我當住個仔女講，我話你阿媽撲街，唔係今次第一次啦，我都救咗佢3次啦。我仔女勁呆咗啊，望住阿媽，佢阿媽就扎扎地傻笑咁。俾人 call 孖錢啊，補倉冇錢補倉啊，連埋今次都3次啊！我而家公開講㗎，有晒記錄㗎。佢阿媽最叻就傻笑對自己仔，我唔記得咗啦。我扮得似唔似啊？佢唔掂，俾人斬倉 call 孖錢冇錢，我同佢填數㗎。當住佢仔女面前講，佢仔女呆咗望住阿媽，佢傻笑，我唔記得咗啦。但係次次唔掂，冇我幫，一早破咗產啦。賤到無倫嘅，成家人都係做賊嘅，納米型嘅小賊，成家人都係嘅。你唔好話我淨係鬧佢㗎，人哋有錢買進環一次過俾現金，佢唔係㗎，俾 10%， 但係另外俾15% 時單俾政府，咁啊 10% 你睇，你咪傻嘅？我見到有錢佬嘅太太又係俾晒錢咪買進環，咁你有錢俾晒錢，點會成交咯？啱唔啱？最多俾晒錢，一次過俾錢，佢又唔係㗎，佢冇腦㗎。俾10%度 deposit， 然後又俾現金，俾15%俾政府，俾時單。咁你話你點樣成交啊？冇腦㗎，你唔知你以為好啫，其實蠢過隻豬頭餅嚟嘅。佢最蠢咧就係以為佢做乜嘢唔知，即係好似鴕鳥政策咁，將個頭踎喺沙入邊嗰時，我睇唔到人，人睇唔到我。你會唔會收翻晒佢啲嘢㗎？第一，阿姐姐，我要收晒，又蠢咗，要救佢又救晒。你聽唔聽明啊？以後再冇呢啲咁嘅拉楞㗎啦。佢再破產，我都唔會救佢嘅。厚住面皮就揾我就冇，但係挨笨笨。我有陣時打電話俾個仔個女咧，佢永遠都喺隔離㗎，即係搭爹。你估你認為佢揾我會唔會聽佢電話？你知唔知我點解要分財產啊？一當我喺醫院，佢上嚟入嚟醫院睇我死唔去，唔夠2分鐘就走咗，知我唔死得啦。
就同記者講，哇，同我好關係啊，點點點啊，佢知我唔死得啊，就扮 close 啊。咁扮 close 咧，我第一要保障我今日個老婆。我其實嗰陣時唔係想結婚嘅，但係為咗保障即刻結婚先。但係再發現到原來結婚都唔夠保障，最保障就係分身家。因為如果我結咗婚，我啲財產就係喺信託嗰處都有得拗嘅。嗱，啲基本嘅法律常識我講俾你聽。咁研究過最安全就分咗佢。個記者招待會嗰次啊嘅大約1個禮拜到，我律師仲同我講啊，劉生你分咗嗰啲就係冇㗎啦，你攞唔翻㗎。你知我點答個律師啊？我寧願睇錯我而家分俾嗰啲人啊！我都唔明，寧願有機會俾佢有得益啊！你聽有幾清楚我講呢句説話。咁啊，呂小姐佢嗰對仔女有冇分到？我冇提過姓呂啊，你唔好自己捉蟲啊！賤人嚇賤人啦，呢個一流。第二呢啲我亦唔方便答你。嗱，我舉個例，有幾種可能，可能我豆丁都唔分，亦可能我留俾我老婆去決定，即係而家今日我老婆，亦可能我留俾我老婆呢3個仔女去決定。即係有幾個可能嘅，即係可能啊！你知唔知咩叫可能啊？我未諗清楚，但係越睇越唔對版，因為我驚我分咗身家俾呢個仔女咧，我驚俾佢攤埋。嗱，我講埋俾你聽啦，食埋，我最驚係呢樣嘢啫，即係我最擔心係呢樣嘢啊！唔係話我唔想分身家俾呢個仔女啊！我今日仲有個 say， 你知咩叫意思啊？仲有個 say， 因為陳海韻都好肯聽我説話，我3個仔女都肯聽我説話。答完你未啊？你清唔清楚我意思啊？即係如果譬如我而家突然間話啊，我而家呢個哥哥呢個姐姐啊，阿老婆呢個幾醒目啊，幾有眼緣啊，你同我送100萬俾1000萬俾佢，佢一定照做。你聽唔聽明嘅意思啊？因為佢哋知道啲錢我好辛苦賺翻嚟俾佢哋噶嘛，唔係佢哋賺噶嘛。咁佢一個正常人係咪應該都執行我意思先？你而家所以你頭先答個問題，我而家答咗你㗎。你一定唔會分俾某啲人㗎。邊啲某啲人啊？即係某啲賤人。賤人梗係唔會啦！你今日呢個問題都有少少問題啦。講就係你在生一日，佢就唔會得到任何嘢。你講個賤人，我就長命1萬歲，佢都冇機會啦，係嘛？我鬼唔我再破產都第一次啊！佢就係破產㗎，貪到死，乜嘢都要借。你睇佢買嗰個進環，俾10%嘅 deposit， 俾15%嘅事擔俾政府。你夠薑嘅，你要俾曬現金啦。我見到有啲有錢佬嘅老婆，一次過俾現金。佢無論買貴咗，佢一收租可能1厘息、厘半息，佢唔使擔心個 payment 啊嘛。你俾10%嘅 deposit， 然後俾15%嘅現金俾政府是擔，係咪冇腦傻嘅？佢邊個投資蝕得最多？你講咩嘢先？嗰個人。我可以同你講啊，乜嘢投資都有嘅。佢傻噶嘛，佢邊度識投資啊？佢扮啊！佢有陣時以前同我講，喺倫敦買啲物業，但係佢揀翻嚟，冚唪唥都係作出嚟嘅。即係倫敦嗰啲物業，即係以前有報道話係佢幫你揀。梗係冇咁嘅事啦。但我要呃你冇講咯。佢講大話唔使眨眼㗎，出口成詩㗎。其實仔女大你睇到知道佢媽啲即係個賤人啲衰嘢。I really don't know，即係我真係唔知，佢知嘅唔知，因為佢好識洗腦㗎。以前我講好多衰嘢俾你聽啊！有陣時嗰個夥計又退休啦，我諗住俾筆退休金佢啦，又呃咗我俾幾百萬，其實嗰個友都冇收過錢，收俾我知道，咁嘅錢都撻㗎，即係好多啲濕濕，好多啲咁嘅錢㗎，一支牙膏啊，一張單都 claim 3次嘅，佢 claim 都唔記得咗。嗱，我作呢句説話，我作出嚟㗎，絕子絕孫啊，7個仔女養唔大啊！我想答你。我都話遺囑一早分咗啦，我改乜嘢 Q 嘢？我而家要再改，都要信我老婆肯執行我意思，我啲仔女肯執行我意思先改到啊！你而家聽唔聽明啊？我而家乜嘢都冇，我自己啊！咁但係我相信我今日嘅呢個老婆陳海韻，我叫佢做乜，佢會照意思做，佢3個仔女都會執行我意思，就係呢度我有信心。牙膏都 claim 3次啊！仲有啊，唔止牙膏啊！喺超級市場啊，執嗰啲單，你知有陣時有人買咗啲單咪劈咗喺地下，都一路攞嚟 claim 㗎。你估我唔知咩？你點知佢執單啊？你要攞翻嚟買乜春嘢啊嘛？喂，大佬，我哋會計部 check 得好緊㗎。即係而家你話同我買個眼鏡，咁你而家大威，我就係呢張單就你而家戴緊個眼鏡，都有個眼鏡啊。仲有啊，佢最擅長係點咧？佢買個名牌，費事拖人哋嘅牌子個名出嚟，買咗之後就平價賣俾出街。你聽唔聽明嘅意思啊？
我記得40幾年前啊，我哋帶客去夜總會啊，嗰啲舞女最中意揾啲老襯啊，去邊度買啲日本時裝，買完即刻8折就套現翻。嗱，你都係猛入頭都知我冇講大話咪？以前好興㗎，即係其實揾個老襯啊，5000蚊買咗啲日本時裝，其實5000蚊有人找咗數，我就即刻收翻4000蚊現金，嗰個日本時裝鋪就淨代你1000。呢啲咁嘅古惑嘢，我諗500萬億年前我都出賣啦。個賤人人品咁差啦，你有冇諗過叫翻2個仔女，即係佢哋都大啦。嗱，你問得真係好，我真係想擁抱你，唔係想非禮你啊！我真係想講乜嘢咧？而家仔得13歲，如果18歲，佢有自己獨立可以選擇跟邊個住係咪？佢想跟我住，我同佢一齊住。佢以為咁樣去打擊到我而家呢個老婆啊嘛？我老婆叫我唔好嚟㗎，佢啲人傻嘅，佢得佢自己開心。但係有啲人如果我唔出嚟講咧，真係有啲人會信嘅喎。佢最叻就係咩咧？陰陰濕濕喺入邊做嘢。其實我忍咗好多次㗎啦，即係唔係咁嚴重，好似呢笪嘢唔係咁嚴重，我都算嘅。我老婆都叫我唔好開㗎，呢咁嘅賤人使乜要勞氣啊？佢覺得我希幾支影響我身體，講嘢我而家都傷氣㗎。唔會，你同佢講法律行動啊！你唔知佢一次啊，揾律師11、2點啊，屌你揾人攞張傳票嚟俾我屋企啊！12點半夜3更，梗係啲民事啦，唔通佢可以刑事咩？代表律政司告我咩？而家可以你突然間告我性騷擾你都得㗎，我又可以告你話你想迷姦我㗎。咁張傳票係啲咩內容？咁我梗係唔方便講啦。但係即係總之係我而家講呢就係事實。即係佢又問你攞錢係咪？唔係，總之唔方便講。Okay. 即係佢而家除咗係錢之外，乜都冇嘢同你講喎。佢會咯，扮煙奴順咯，扮好 nice 咯，扮乜都唔知啦。真係冇㗎，我真係冇㗎，我冇呃你㗎。屌，我諗你哋咁多人係咁後生啊！我由幾歲僆仔瞓地下篤到今日，我見壞人都見唔少啊！但係咁撚賤、咁撚壞嘅人都係第一次見嘅，梗係有啦，但係有用咩？我同你講啊，佢全家都係納米型，你知咩叫納米型啊？納米型嘅小賊嚟嘅，即係小賊都唔緊要，賊仔仲納米型嘅賊仔，全家冇一個好人嚟嘅。第一，我有睇我都唔會同你講。第二，我簡單講句嚇，唔好講我自己，我講好多朋友，尤其以前古代啲皇帝。接班人好咩嘢都好，都係能者居之啦，係嘛？即係我舉個例，我曾經睇過范冰冰拍嗰套《武則天》，結果佢嗰個老豆俾個皇位俾佢嗰個仔啊，佢頭都冇諗到個仔咁細個啊！佢就問個太監跟咗佢幾廿年，佢有3個仔大仔嘅，佢話邊個好咧？個太監突然間你做個細仔喎，你唔知有冇睇過呢個劇集？佢諗下係喎，因為佢發現到嗰3個仔咧，譬如 A、B、C 啊，俾任何一個仔做皇帝，我嗰2個一定要死㗎啦！聽唔聽明意思啊？即係嗰3個都係心狠手辣嘅，咁啊唯一嗰個細嗰個咧去做皇帝，呢3個都唔使死，佢就結果決定俾個細仔做。我如果講句唔好聽，都係能者居之。以前啲皇帝都係咁啦，唔係一定俾長子做㗎。我最少起碼咧還翻一個公道俾我而家呢個老婆，真係好緊要㗎，呢個先係我最重要。唔係人哋真係以為佢蝕咗我200億，或者而家失勢乜，完全冇咁嘅事。咁但係你話點會咁大段文章講咁多廢話？我都保護自己屋企人噶嘛。我咪因為佢係我老婆喎，佢做錯嘢做得唔啱，我都會頂佢，我都會教佢。佢做得啱，我梗係要支持佢啦。講到李嘉欣呢個女人真係港圈小三天后，夠膽鬧原配，打電話到我屋企，對住寶永勤連噴9句粗口，公然挑人證供，擺明想逼走阿勤。自己做名正言順嘅劉太，囂張到呢個境界，真係不愧最強小三4個字。最得人佩服嘅係佢對豪門嘅執念，直到佢嫁俾許晉亨嗰一刻，香港豪門班太太先至通通鬆晒氣，終於唔使驚呢個禍水闖入自己屋企。當年李嘉欣上陳志雲飯局，講到第3者角色嘅時候，仲假惺惺話傷害咗大劉當時嘅太太，但係轉頭就變，只會負一半責任啫。仲話之後冇做過任何人嘅第3者，承認喺同劉生嘅關係度，我係傷害咗
佢當其時嘅太太，我承認，但係我只會攞50% 嘅責任咯。之後我完全冇覺得我做過任何人嘅第三者。1988年，李嘉欣先至18歲，參加港姐選美，憑住嗰副驚為天人嘅樣貌同氣質，毫無懸念奪冠。港媒當時評佢石破天驚，一時間風頭無兩。我當時一眼就中意咗佢，為咗博佢紅顏一笑，佢話屋企唔夠位放衫，我直接買咗間2000萬嘅豪宅送佢，呢間半山別墅。佢1997年賣出嗰時，狂賣到6800萬。除咗呢間，我仲送咗跑馬地另一間別墅俾佢，2間屋轉手一賣，李嘉欣淨賺超過9000萬。佢中意 Hermes， 我一次過買幾廿個送佢。有次佢屋企停電，半夜話想食腸粉，我唔理3721，排20幾層樓送過去。當時佢喊到眼淚直流，話好感動，我仲以為自己揾到真愛。當年一段爆粗錄音震撼全香港，李嘉欣半夜打電話鬧我，質問我點解要捧紅恩。更離譜嘅係佢同我原配寶詠琴嘅罵戰，阿琴患上乳癌後忍無可忍，揭露佢嘅真面目。2000年仲喺報章連載自傳琴心集，直話同我嘅婚姻最大敵人就係李嘉欣。1983年，香港，一个32岁的亿万富翁一口气买了5辆法拉利。提完车的瞬间，他突然觉得这样没意思，然后坐上公交回家了。这个年轻人就是香港第一服饰大亨刘銮雄。过去40年，他的前场与情场一样，极富争议，任性且邪性。他一边挣大钱给财经界制造新闻，一边花大钱给娱乐圈贡献花边。关之琳、李嘉欣都曾是他的爱。如今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轰轰烈烈了。2016年，有媒体爆料他花3亿换肾，从此他告别了曾经的女友们，与甘比完婚，只想过点安生日子。但他波澜壮阔的前半生至今还被大家津津乐道。刘銮雄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家庭，19岁去加拿大留学，在那里他和宝永琴相知相恋，毕业就结了婚。婚后的刘銮雄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买150平的房子，存款达到100万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他希望把家里的吊扇生意拓宽销路，卖到北美去，但遭到父亲坚决反对。为此还差点和父亲闹翻，没办法，他只能自己单干。为了支持丈夫，宝永琴卖掉了自己的嫁妆，还说服父母抵押房子，给刘銮雄凑够了创业的第一桶金。就这样，27岁的刘銮雄创办了爱美高。接下来的事就不得不用运气来形容了。因为石油危机加经济衰退，美国掀起一股节能风潮，刘銮雄生产的吊扇一年狂卖24万台。1979年，28岁的刘銮雄就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小目标，但风口很快退散，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刘銮雄觉得自己像个暴发户一样无所适从，找不到方向和动力。但很快刘銮雄就在股市找到了新的刺激。1984年，他和合伙人梁英伟意见不合，直接清仓股权离开。他的出走让爱美高股价大跌，然后刘銮雄又抄底爱美高股票，杀了个回马枪。一抛一吸间，刘銮雄不仅重新夺回了公司控制权，还成功获利2亿港元。这一战也让他尝到了资本游戏的甜头。紧接着他又如法炮制，先后出击能达科技、华人置业、中华煤气以及香港大酒店4家公司。结果4战全胜，成了香港闻风丧胆的股市狙击手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刘銮雄又多次出手，气吞万里如虎，控制的上市公司多达5家，被视为香港候补财阀。但当一众股民紧盯着他时，他却放下狙击枪，开始疯狂扫楼。从1987年开始，刘銮雄在铜锣湾大面积抄底商铺，买下铜锣湾地带、皇室大厦等多处物业，被誉为铜锣湾铺王。同时，刘銮雄还是最早踏足内地的港商之一，在上海、成都、重庆、深圳等地投资超过200亿，因为买的特别早，光是手里的地皮就翻了好多倍。一手金融，一手地产，年轻几十岁的刘銮雄江湖地位已经隐隐向李嘉诚等前辈看齐。最厉害的是，他从不做亏本买卖，每次经济危机过后，身家反倒能翻上好几倍。唯一一次大失手，可能就是在恒大身上亏了上百亿。不过这点钱对刘銮雄来说并不足以伤筋动骨。如今许家印早已不是当初的许家印，但刘銮雄还是那个刘銮雄。2022年身家高达137亿美元。相比刘銮雄狙击股市楼市，很多人更关心他狙击娱乐圈女明星的故事。
从李嘉欣到蔡少芬、关之琳、洪欣、袁洁莹，那个年代最美的港星几乎都没能挡住她的金钱攻势。刘銮雄更是号称有过很多女友，娱乐圈女友只占1%。因为太花心，1992年原配保永琴心灰意冷，选择和刘銮雄离婚。恢复单身的大刘更是成为香港头号钻石王老五，数不清的美女以踏进刘家大门为目标。但谁也没想到，结束刘銮雄烈焰史的居然会是名不见经传的甘比。2015年，刘銮雄重病住院，深受肾衰竭、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多种病症困扰。曾经的女友们都不见踪影，唯有甘比几乎成了刘銮雄的人形拐杖，走到哪儿搀到哪儿，不厌其烦。在情场浪迹多年的大刘终于看清，其他人都是看中他的钱，唯有甘比是真心待他，身上没有钱味儿。两人相识10几年，甘比从没要求他买过任何礼物，没有要过零用钱，更从没提过要分家产。2016年，二人注册结婚，婚后刘銮雄把自己大部分财富都给了甘比。2017年，他凭借700多亿资产问鼎香港女首富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如今72岁的刘銮雄已经折腾不动了。2023年1月的那场发布会就像是对过去的一场告别，他显然是想放下前尘往事与恩怨是非，但这些会轻易的放过他吗？她15岁辍学参加选美，17岁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港姐，被媒体评价为邱淑贞的翻版，却在连18岁都不到的年纪被嗜赌成性的母亲送给富豪做情人。为求生存，对情敌百依百顺，怀孕后又被李嘉欣打到流产，挣扎6年，尝遍人情冷暖后，最终逃离苦海，遇见真爱。从曾经的赚钱机器到如今的影帝夫人，蔡少芬究竟遭遇过哪些刻骨铭心的往事？1973年，蔡少芬出生在香港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，她的父亲年轻时在公交车上卖票，收入少得可怜。母亲没有工作，却对赌博情有独钟，经常是一有钱就去赌，而且逢赌必输。到了5岁那年，蔡少芬家里已经是债台高筑，本来收入就低的父亲这下更绝望了。他觉得与其再被这个家拖累，还不如趁早解脱，让自己过得舒服些。于是不管2个孩子的死活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父亲走后，蔡少芬的母亲仍然不改好赌的本性，虽然偶尔会出去打打零工，但到手的钱很快便输干净了。1989年，15岁的蔡少芬已经长成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，而面对姿色动人的女儿，母亲似乎看到了生财的希望。在他的安排下，蔡少芬在这一年辍学，并参加了无线电视举办的超级模特大赛。不过由于年纪太小，比赛结束后，他并未获得任何名次。2年后，求台心切的母亲又把他送上了香港小姐的舞台。经过2年的蜕变，蔡少芬的长相已经变得更加出众。当时甚至很多媒体都称她是和邱淑贞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于是顶着小邱淑贞的名号，年仅17岁的蔡少芬最终拿下了91年港姐大赛的冠军，之后又顺利和 TVB 签约出道。本以为从此可以安心在娱乐圈打拼，但蔡少芬的母亲却有着与她截然不同的想法。开年大瓜是刘銮雄给的，大佬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为了现任妻子开撕是前任李丽晶、李嘉欣。最难看的莫过于李嘉欣了，刘銮雄爆出了李嘉欣更多见不人的黑料，字字珠玑让他无路可逃。社会性死亡的李嘉欣，这把又该怎么挽回自己岌岌可危的形象？李嘉欣也是奇怪体质，别人欺诈他心骂。此前因为身体原因住院，评论区下骂声比关心的评论多出数倍不止。作为美女的李嘉欣，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做到人人厌恶的地步？还是个学生的时候，李嘉欣就勾搭上了周慧敏的丈夫倪震。年轻貌美的李嘉欣将倪震哄得十分开心，对她也是有求必应。有钱的倪震非常乐意养着这位美丽、充满活力的金丝雀，可是也仅仅是金丝雀。李嘉欣野心勃勃，怎么可能就甘心做一个男人手中的金丝雀呢？随后李嘉欣就参加了港姐比赛，出色的外在条件让她一举夺魁，就此李嘉欣正式进入了娱乐圈。倪震只想要一个乖巧听话的金丝雀，可不想要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女主。包养和被包养的关系总是不长久的。倪震见李嘉欣真的进军娱乐圈后，也痛快地提出了分手。